喺跑步科學入面，假如我話你聽，你只需要將一個數字由雙數變成單數，咁樣當你喺長跑中後段，就能夠將每分鐘心率降低到5至10下，甚至連膝頭哥同腰椎嘅受傷風險亦會大幅降低。你覺得係咪冇乜可能呢？今日我會同大家拆解長跑界經常被忽視嘅一環——呼吸效率。我會同你分享點樣針對唔同嘅配速同跑姿，找到最啱你嘅呼吸節奏，令你跑得再快都唔會索晒氣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Running Rex。今日我哋嚟探討一個跑圈入面極之普遍嘅痛點：點解我跑唔夠10分鐘就氣喘如牛？好多跑手一遇到氣喘，第一時間通常都會懷疑人生。究竟係咪我嘅肺活量唔夠，定係體能太差呢？於是就夾硬死谷，大啖大口咁用個口猛吸氣，結果呢，跑唔夠2公里，條頸同個膊頭硬晒，側腹仲痛到好似俾針拮咁。其實係岔氣啫，最後只能夠停低，慢慢咁行路。另外，Runform AI 全新嘅免費跑姿初步分析報告正式出爐，只要上傳你嘅跑步片，AI 就會即刻幫你打分。仲有全新嘅問題因果分析，指出你例如髖身不足導致推進力變弱嘅根本原因。新界面仲會好直觀咁話你知，錯誤跑姿令你每公里無辜損失咗幾多秒，同埋關節承受緊幾大嘅衝擊，然後直接俾個專屬訓練路線圖你跟住練。想知自己有咩潛在受傷風險，即刻試下做免費評估，或者 upgrade 解鎖完整9項關鍵指標。以前我都經歷過呢種呼吸困難、唞唔到氣嘅恐怖現象，以為自己係咪退步咗？眼見人哋跑得好輕鬆，自己就跑到面青口唇白，甚至會懷疑自己係咪天生唔適合跑步。但運動科學話俾我知，其實高達74%嘅跑步不適根本唔係肺活量有問題，而係我哋用錯咗呼吸肌肉，同埋個呼吸節奏完全錯晒。今日呢集影片，我會拆解點解你會氣喘，教你打破呢啲認知偏差，仲會提供一個簡易嘅訓練課表。點解你明明體能唔差，但一跑就氣喘？因為你一直踩緊以下3大呼吸陷阱。第一個陷阱，以為大啖吸氣就可以吸多啲氧氣，呢個係最常見嘅謬誤。根據《Breath: The New Science of a Lost Art》一書嘅作者 James Nestor 指出，當你因為氣喘而擘大個口瘋狂吸氣時，你其實係做緊過度換氣 （overbreathing）。你呼吸得越急促，呼吸就會越淺。呢啲淺層嘅空氣只會停留喺上胸腔，根本入唔到肺部底層去做氧氣交換，結果就係二氧化碳排唔走，大腦因為缺氧而引發焦慮同氣喘感。第二個陷阱，用錯呼吸肌肉，以胸式呼吸代償。臨床心理學家及呼吸專家 Belisa Vranich 博士指出，好多跑手因為核心唔夠穩定，會不自覺地縮起膊頭，用頸同膊頭嘅輔助肌肉去強行扯啲空氣入肺，亦即係胸式呼吸。呢種呼吸方式唔單止效率極低，仲會刺激交感神經，令心跳同血壓直線飆升。第三個陷阱，呼吸同腳步嘅耦合錯誤，呢個係最致命嘅傷害。好多人跑步習慣2步一吸、2步一呼，亦即係2:2節奏，聽落好有規律。但美國知名教練 Jack Daniels 博士嘅研究發現，人體喺呼氣嗰一下，橫膈膜會放鬆，核心穩定性係最弱嘅。如果你用2:2節奏，你每次呼氣落腳嗰一下，永遠都係同一隻腳。例如，永遠係左腳落地時呼氣。長年累月咁跑，你嗰隻腳嘅關節承受嘅衝擊力會比另一邊大好多，極容易導致單側勞損同岔氣。要解決氣喘，我哋要從深度同節奏兩方面着手。首先要啟動橫膈膜呼吸，亦即係腹式呼吸。根據美國運動醫學會會士、權威運動科學教授 Dr. Michelle Olson 嘅研究指出，腹式呼吸可以吸入更多含氧空氣，同時啟動副交感神經，令你嘅心跳同情緒放鬆落嚟。其次，要打破對稱嘅呼吸節奏，改用基數步呼吸法，即係將吸氣同呼氣加埋嘅步數變成單數。咁樣你每次呼氣，即係核心最弱嗰刻，落地隻腳就可以做到左右交替。
將衝擊力平均分散喺兩邊身體。針對唔同嘅配速，我已經為大家設計咗一個結合呼吸嘅簡易訓練課表。你可以喺平時嘅練跑中加入，首先係熱身及 easy run 嘅低強度階段，建議採用3:2節奏。做法係跑3步吸氣，跑2步呼氣，總共5步一個循環。建議盡量用鼻吸嘴呼，因為用鼻呼吸可以刺激副交感神經並且節省能量，而且更長嘅吸氣時間可確保深層腹式呼吸，適合長距離慢跑。第二階段就係中高強度嘅 tempo run 以及馬拉松比賽配速，建議你採用2:1節奏。做法係跑2步吸氣，跑1步呼氣，總共3步一個循環。呢個時候可以用口協助呼吸，呢個節奏可以令每分鐘通氣量達到最高，為肌肉提供充足氧氣，同時保持落地腳嘅左右交替。第三階段係極高強度嘅衝刺或上斜，建議採用2:2或1:1節奏，配合爆發力。做法係當你去到最後幾百米衝刺或者急斜爬升嗰陣，身體急需排走二氧化碳，呢個時候可以短暫放棄期數步，改用2:2或1:1嘅急速嘴巴呼吸。作呢種做法嘅最大作用係幫身體強制排出廢氣，捱過最後嘅乳酸堆積期。可能你又會話 Rex 又開始 sell 個 AI 跑姿工具啦。我喺度先旨聲明，因為每一個跑姿動作同你嘅跑步效率都係息息相關，環環相扣。當你嘅跑姿出現不尋常嘅數據，其實就正正反映緊你嘅效率真係出咗問題。所以如果你真心想喺跑步方面提升到更高層次，建議你透過專業跑姿分析機構幫你做一次詳細檢查，又或者簡單啲用一部手機 AI 亦可以幫到手。至於跑姿係點決定咗你嘅呼吸效率，根據臨床心理學家 The Breathing Class 創辦人 Dr. Belisa Vranich 嘅觀點，如果你跑步嗰陣彎腰駝背，胸腔會被壓縮，腹心橫肌會收緊，橫膈膜根本冇空間收縮，你點練腹式呼吸都冇用。呢個時候你需要透過 AI 跑姿分析，喺下次跑長課中後段開始氣喘嗰陣，用手機拍低自己嘅側面片段，上載去 App 度。你要特別監察兩個 AI 指標。第一係軀幹前傾角度，好多人跑到攰就會不自覺咁寒背。Runform AI 會量度你嘅軀幹有冇過度彎曲。如果系統警告你姿勢走樣，你就知道係因為胸腔被壓住而導致氣喘，要即刻挺直腰板，打開胸腔。第二係步頻，呼吸節奏係跟住步頻走嘅。如果 AI 顯示你嘅步頻跌落150，你嘅呼吸節奏都會被拖慢，導致氧氣供應不足。呢個時候你需要提高到170至180嘅輕快步頻，你先可以順暢咁執行3:2或2:1嘅呼吸節奏。透過 Runform AI 嘅分析報告，你可以睇到自己嘅問題並作出修正，確保自己喺一個打開胸腔、高效率嘅跑姿下進行呼吸訓練，姿勢正確，呼吸自然暢順。總結一句，氣喘唔代表你差，只係你未掌握換氣技巧。長跑係一項講求節奏嘅運動，當你學識用腹式呼吸配合基數步呼吸法，你會發現跑步唔再係死忍難忍嘅掙扎，而係一種充滿韻律感嘅享受。今日落街跑，試下專注喺3:2嘅呼吸節奏。跑完之後，即刻點擊下面描述欄嘅連結，免費用 Runform AI 測試一下你嘅軀幹角度同步頻，睇下你嘅跑姿有冇阻礙住你呼吸。如果今日嘅內容幫你解決咗氣喘嘅煩惱，記得撳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嘅跑友。各位跑友，準備好練習呼吸未？我哋下次見，Keep running。